2500年前，陶朱公三聚三散，以父兒行其德，為萬世雙架，立下風骨。今日有一個人以 BNI 為根，要將中華智慧傳向世界。第75代國家級非遺陶朱公傳說傳承人羅志平。大家好，我係 Noel 羅志平。首先，我好感謝 Stella 同 Stanley 響20年之前將 BNI 帶嚟香港。如果唔係，我諗我仲係一個單打獨鬥嘅珠寶商人。BNI 教識咗我做生意要合作共贏，而且呢個系統仲幫我注入咗 Give First Gain 先捨後得嘅核心價值。我將呢個系統融入咗我嘅生意同埋我嘅團隊。過去10年幫咗超過1000個港澳嘅會友創咗超過20個分會，同做咗港幣120億新嘅生意添。呢啲數字就係 BNI 幫我提速成長嘅最好見證。另外，我好多謝 BNI 讓我認識到 Hugo 鄭雲業先生。Hugo 係我生命中其中一個貴人，佢三顧草廬邀請咗我去聽范明公范老師嘅分享會。原來我嘅天命就係弘揚華夏文明，而中華智慧就係蘊藏咗喺5000年嘅經典裏面，就好似一盞明燈一樣。而我就係個傳燈者。好榮幸我得到范老師嘅批准，正式成為國家級非遺陶朱公傳說第75代傳人。嚟緊，我同我嘅團隊要提速共贏，響2032年之前，為1萬個港澳會友打造一個1000億嘅綠色商圈。我會利用中華智慧文宣呢一個專業領域，透過 BNI 呢個國際網絡，向全球推廣我哋中華智慧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一分力。我係羅志平，國家級非遺陶朱公傳說第75代傳人。